明时期之一参军陈永华大人啊，他夫妇的坟墓，这是陈永华之一大人的衣冠冢啊，衣冠冢在柳营国义后南边，大概在那个天后宫南边200公尺处吧，在过那个南乐高的涵洞哦，从庙那边过来哈，还没有过那个涵洞就要右转，右转再经过涵洞，涵洞里面有画好多跟陈永华之一参军的有关的伟大事迹哦，兴建那个台南孔庙啊，兴学啊，修桥铺路啊，制作砖瓦啦，还有那个制造盐海边制造盐呢，还有跟原住民的通商往来啊，还有帮助郑成功赶走荷兰人啊，收复台湾啊。他是郑成功聘请他们来帮助他的儿子郑经的，至于参军大人那个官位是郑成功的儿子郑经那个时候才有的。那民国60几年，先台南县政府管理，后来先请那个陈氏宗亲会整修，然后后来台南县政府才收回管理的。坟墓区你看有凉亭啦，有土地公庙啦，还有香炉啦，还有石狮，还有碑文啦。碑文是民国65年6月的，台南县政府的。狮子应该通常两边都有狮子。你看，这里有注明民国42年才定为由省政府指定为台湾省的史迹。那到底是民国几年发现的？民国18年发现墓碑的，现在中华民国106年了呢。哦，快90年了，发现墓碑到今年已经快90年了。他们是民国发现墓碑有自原墓地，移至原墓地，然后重建保存。那民国42年，省政府指定为台湾省的史迹啊。民国60年台南县政府拨款交给陈氏宗亲会重修了。那民国65年5月才由县政府收回管理的。那你看这个碑就是民国65年6月立的。今年中华民国106年了呢，就这样就已经有41年了。修建这座墓很久了呢。从修开始算了，60年到今年106年，已经有46年了。重修这座坟墓到今年中华民国106年，已经有46年了。106减掉46，民国60年，60年是一甲子这样比较好记。60年是一甲子，这样比较好记。民国60年，陈氏宗亲会重修的，修得非常的庄严。